家好，我是叶水米。今日要来带大家来跳有氧拉丁舞。今日的助教是来自美丽的谢祥义老师，好，还有我们的彭玉玲老师，好，要来带大家一起来暖身。好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哦。好，两只手往上提，然后合掌往上延伸。好，胸两个 U 片，好，延展。我们数8个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弯奏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回正。好，向上延展。好，头看天花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回正。来，双脚打开。来，将你的手往你的左边延伸。来，我们的臀部，来先左右律动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弯片。好，将你的手延伸到你的右边。好，加上臀部动作，开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完成。来，将双手打开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手由前面画一个圈，转到后面。好，U 数。好，往上延伸，转到后面。好，一样是一个8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加一度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很好，回正。再来，我们来做我们的肋骨。好，肋骨的线条，来，请向右边，膝盖微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很好，来，手拿起来。好，在头上交叉放下。好，下一个动作呢？好，我们的手平举往后摆动。当你往后摆动的时候，脚掌要提，脚掌要捏起来。好，向后背，好，脚掌捏起来，好，向下来做哦。好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最后一次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很好。来，我们先来做一个双手往上延伸，再打开吐气。好，来，那暖身就都要得喂。好，接下来呢，那几路吧，进入变化的花步咯。好，变化的花步。好，首先呢，来介绍一下那舞谱哈。中央从左脚开始，那律动中央车，好，就是重音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它的舞步就是先交叉1步2步，然后再打开。好，加上我们几路吧的律动。好，几路吧的律动。好，每一步我们都要有弯直的律动。好，我们从交叉打开开始哦。好，预备，开始，交叉打开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这两个8拍。好，再一次哦。好，我们交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OK， 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。
第二个动作，我们再进阶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这是变化的动作。好，所以我们的交叉打开，我们总共做了4组哦。好，4组。好，我们再一次从左脚开始哦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and 8。好，它是有一点变化哈，但是它很多同样的动作重复哈，很多改动哦。好，交叉开始哦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and 8。好，看右边，好，很帅的翻头动作哈，它最好是嘿这样子翻头啊，速度加快，好，更帅啊哈，来再一次，好，5、6开始交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and 8。好，到这里，好，我们来侧面来演绎一次给大家看哦。好，左脚开始，好，5、6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and 8。然后对，就很帅气的翻头，好，这个是交叉的变化的舞步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动作哈，也是很健康的动作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好像蛇一样，像蛇一样。好，让我们来用像蛇一样的来运动哈，先把身体往上推上去，然后胸含回来，推到后面，再一次推上去，含回来。好，这个动作，好，这个对我们的脊椎健康哈，血液循环非常的棒。那我们还再加一个手的动作，好，从外面带进来，好，重复做2次，好，重复做2次 ，OK， 好，我们连续上面的动作，松一个动作交叉的哈，大家来看下哦，来做脚开始啊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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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、2、3、4、5、6 and 7、8，好，是7、8，头一片。好，开始咯。那身体头脑要先翻头，也还看右片，头脑要做一张，好，从右片
看到照片的动作，头拿好，带身体，好，再放起来。好，这个动作呢还有加手势，好，加7、8，还看右手上，手打开来，好，手先打开来，go 翻头做身体的动作，好，再回来，好，总共要做2次，所以我们刚才在这里，好，我们先停一个4拍，停着4拍，1、2、3、4，可是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，再改动5、6、7、8。好，做2次。好，做2次。刚才停4拍，好，停4拍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做改动1、2、3、4，改造动作。好，来抖肩5、6、7、8。好，5、6、7、8。好，这个动作有一点点好玩哈，有点好玩。好，再来改抖哈。来，我们从左右交叉开始哦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，交叉5、6、7、8。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and 8。1、2、3、4，画圈5、6、7、8，再一次2、2、3、4，抖肩5、6、7、8。好，非常好。我们侧面再来跳一次哦。好。5、6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，交叉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and 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再一次1、2、3、4，抖肩5、6、7、8。好，2边都分解了。我们现在对着音乐来跳2遍哦。好，准备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开始。好，来换一个方向，我们再来一次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开始。跳的动作，要多多练习，才会进步哦。